周末想同屋企人嘆下，搵個地方徹底放鬆，就要嚟呢間五湖健康100，人均300幾蚊就可以玩足24小時，吃喝玩樂過夜全包啊！仲有得燒烤，護膚用品非常齊全，裝修歐陸風格，最中意一定係呢個星空浸浴池，仲有汗蒸房，2000平方米嘅空中花園，好靚啊！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水果同埋飲品，全部水果都非常新鮮，飲品款式種類好多，仲有零食，有朱古力噴泉，仲可以夾公仔，仲有打機區域。玩到咁上下就要做返個足底按摩，師傅手勢好好，跟住做埋個彩耳，雙重享受。天台環境真係好 chill 好放鬆，仲可以喺咁浪漫嘅環境下燒烤。我哋就點咗個2人套餐，食飽飽就去房間按摩啦。呢度仲有蟲洞可以俾大家休息，另外仲有永利皇宮同款嘅房間，歐式好靚嘅游泳池，啱晒可以喺度打卡啊！另外仲有好多娛樂嘅區域，啱晒一家大細。想不想放鬆一日？酒店級嘅水療簡直係老少咸宜，記得周末假期約埋朋友仔一齊過嚟放鬆下啦！留言 DM 發詳細資料俾你。我係 Karina，如果想睇更多唔同類型嘅片，記得 follow 我。